国防部伫今仔日公布114年中共军力报告书，公开这解放军军队训练转做战时样态，而且呢，在2035年的时阵会当达到封锁台湾的能力。若讲到这美国的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带团访问台湾，拜会总统赖清德。赖总统强调讲，台湾的国防预算呢，伫咧2030年进前会当达到 GDP 的5%。若威克是表示肯定，希望台美深化军事合作。中国持续军事扩张，唔但针对台湾，嘛互印太区域的国家真烦恼。国防部发布114年的中共军力报告书，公开解放军会伫2035年，甲封锁台湾的战略准备好势，有反介入、区域机制等等的能力，达成台海内海化的目标。中国现在正大幅度的投资，希望在2035年能够形成反介入、反拒止的能力。那对台湾来讲，我们是加大对安全的投入，保护我们的家园。报告书嘛讲到，解放军由训练甲演习转做战争的形态，包括近24海里的演习，第一甲第二岛链之间常态化部署兵力，台海周边为涉禁航区，而且时段射击。派海警硬工查起来临检甲扣押。另外，美国国防战略草案引用美国国防部处长郭碧基的观点，讲台湾是脆弱却是关键的战略目标。学者认为，台湾应该加强甲附近国家的安全合作。他如果采取这种冒进的手段，会付出重大的代价，那当然就可以产生嚇阻的效益。所以最重要就是周边国家本身的这个海空实力的提升。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些民主同盟国家本身的这个合作。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29率团访问台湾，体现台美的情谊。威克讲，台湾是印太地区上界可靠的同伴，今麦世界情势是2年以来上界大的挑战。总统赖清德亲身接见拜访团，致辞的时阵强调，台湾伫2030年进前，国防预算会达到 GDP 的5%，嘛得到美国的肯定。台湾明年度的国防预算将占比 GDP 超过3%。我们预计在2030年之前，国防预算占比 GDP 可以达到比照北约的标准达到5%。威克警告，中国、罗西亚甲北韩等等有侵略性的国家，当时加强合作，想要挑战美国甲台湾等等的民主国家。I'm delighted to s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ppreciates the goal of this great president to move to over 3% of the economy being spent on national defense by next year and some 5%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.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tinues to threaten, to pressure, and attempt to isolate Taiwan. These actions are unacceptable. 会说讲，美国甲台湾的关系是真坚定，台湾愈强，美国就愈强，所以当中国想要孤立台湾，这是袂方接受的。美台需要更较有智慧的投资来强化合作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